如果有日真係要走難，你會帶啲咩資產走？隨住地緣政治越嚟越唔穩定，大家都會諗，萬一發生啲咩世界大事，到底點算好？你以為最安全嘅現金，其實喺呢啲情況有可能變成廢紙。咁點樣做先可以保得住你嘅資產呢？第一，分散資產，唔好將你自己嘅資產放喺同一個地方，例如唔好將成副身家全部擺晒喺同一個香港嘅銀行戶口啦，或者全部擺晒喺同一隻港股，可以開始慢慢將你嘅資產配置喺海外，無論係海外嘅銀行又好，或者股票市場都好。第二，要建立流動性強嘅資產配置。而講起流動性高嘅資產，大家都會諗起黃金，因為黃金係可以快速變現，亦都係全球公認嘅儲備資產。萬一有啲咩事上嚟，你都可以拎住舊金去其他國家變成現金去作為使費。但係都要留意翻，咁呢係有交易時間嘅限制嘅，唔係話你想買嚿黃金就可以即刻買到嚿黃金。而保存實體嘅黃金呢，都會有一啲保管嘅成本嘅。除咗黃金以外，都有另外一個新型資產，好多人叫佢做數位黃金，就係 Bitcoin。隨住佢嘅普及性越嚟越大啦，越嚟越多嘅投資者同埋機構都開始入場，因為比特幣嘅交易時間咧係冇限制嘅，而存放都非常之方便，只係需要一個 wallet 就可以搞掂。如果你都想做好準備，將你嘅資產分散投資嘅話，留言 Money，我 send 一啲資料俾你。